幾乎人人都負債，政府有債，企業有債，普通人都有房貸、車貸、信用貸。咁問題嚟啦，錢到底去咗邊度？而家人人都喺度講賺錢、搵錢，每日都喺度追求更多嘅錢。但係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錢到底係乜嘢？會唔會有啲俾呢個問題問住咗？好多人會講錢唔係就錢咯，仲可以係咩啊？我哋先睇幾個數字。目前中國嘅 GDP 總量大概係140萬億人民幣，而港擬貨幣總量已經超過340萬億人民幣，亦即係話貨幣總量大約係 GDP 嘅2.4倍。再放眼全球，全球貨幣總量大約係127萬億美金，但全球債務規模咧已經達到348萬億美金，債務規模差唔多係貨幣總量嘅2.7倍。睇到呢度，你有冇發現一個問題？全世界嘅人都係追求錢，但同時咧，全世界嘅人都有債。咁呢啲錢到底係點嚟嘅？又去咗邊度？而現代經濟本質上就係一張巨大嘅欠條網絡。咩意思？我哋做一個簡單嘅假設，假如小明有1000蚊，將錢存咗入銀行，銀行咧就唔會俾呢1000蚊一直瞓喺嗰度，因為銀行嘅核心業務就係借錢出去賺利息。理論上，銀行會留低100蚊作為準備金，用嚟咧應付小明嚟攞錢，然後咧就將剩低嘅900蚊貸款俾咗隔籬老王。呢個時候市場上嘅錢係咪已經發生咗變化？原本只有小明嘅1000蚊，咁而家老王嘅手入邊又多咗900蚊，於是市場上嘅貨幣就變成咗1900蚊。跟住咧，老王攞住900蚊去揾李生買嘢，李生收到900蚊之後咧，又將呢筆錢存翻入銀行，銀行再次留低咗10%嘅準備金，亦即係90蚊，之後再將剩低個810蚊繼續貸出去，就咁樣一輪又一輪嘅循環，從最開始嘅1000蚊，經過銀行嘅體系不斷放貸，最後可以創造出幾千蚊嘅流通貨幣。我唔知你有冇發現啦，除咗最開始嘅小明之外啦，後邊嘅人基本上都係通過負債嚟獲取資金嘅。所以從某種角度嚟講，現代貨幣體系本質上就係信用同債務創造出嚟嘅。你嘅錢本質上可能就係人哋嘅債，你嘅存款可能係另外一個人嘅貸款，你嘅收入亦都可能嚟自另外一個人借錢嘅消費。所以有人話現代經濟就係一套不斷循環嘅欠條體系。當然啦，呢度嘅欠條唔係普通意義上嘅一張紙，而係信用關係。咁譬如老王貸款900蚊嘅時候，老王唔想借錢，佢將900蚊還翻俾銀行，咁市場上嘅貨幣就會減少900蚊。呢個就係現代信用貨幣體系嘅核心邏輯。有貸款就會創造貨幣，債務擴張，貨幣增加，債務收縮，貨幣減少。絕大部分現代貨幣都唔係簡單靠印鈔機印出嚟嘅，而係喺銀行放貸嘅過程中，通過信用創造出嚟嘅。咁我哋去翻最開始嘅問題啦，點解呢個社會幾乎人人都負債？政府負債，企業負債，個人都負債。因為一個人嘅負債往往就係另外一個人嘅收入。舉個最簡單嘅例子，房地產開發商先貸款攞土地，呢筆錢入咗政府財政，然後開發商繼續貸款起樓，錢流入向建築公司，建築公司貸款採購鋼材、水泥等材料，錢又流翻向上游供應鏈，最後你貸款買房嘅時候，筆錢又會再次去翻開發商嗰度。咁你發現咗未啊？呢一條鏈條入面，一個人嘅債務就係另外一個人嘅收入，一個人嘅貸款就係另一個人嘅存款，成個經濟體系就係靠呢種信用循環不斷運轉。所以社會入面好多錢，本質上就係通過未來嘅收入提前借出嚟嘅。咁問題嚟啦，以前大家個個都負債，點解以前覺得人人都有錢？而家一樣係負債啫，點解大家覺得越嚟越缺錢？關鍵就係2個字：去槓桿。以往經濟高速增長嘅時候，大家不斷借錢，企業擴張，個人買房，投資增加，新嘅貸款咧不斷出現，市場上嘅錢越嚟越多。咁但當進入咗去槓桿嘅階段，情況就變得唔同啦。有人開始提前還債，企業減少貸款，唔再瘋狂擴張，新嘅借款人減少咗，於是企業開始控制成本，減少招聘，降低工資，消費亦都開始變弱啦。簡單嚟講，以前係不斷借錢，將未來嘅錢攞到今日使，而家係減少借錢，將過去嘅債務慢慢消化，所以經濟活力自然會下降。咁都係點解市場經濟中往往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經濟危機，背後嘅循環就係信用擴張、資產上漲、債務增加、泡沫形成、去槓桿、經濟低迷。咁等呢一輪調整結束之後，又可能進入下一輪嘅循環。所以總結一下，貨幣嘅本質係信用擴張，經濟繁榮靠嘅係成個社會不斷擴大信用，而經濟下行往往係嚟自信用收縮同埋去槓桿。咁賺錢嘅本質係咩呢？其實就係喺信用擴張嘅過程入邊佔據更多嘅資源，比如買房賺錢，本質上係食到
信貸擴張同埋資產上漲嘅紅利。打工賺錢本質上係分享企業利用槓桿創造出嚟嘅利潤，做生意賺錢本質上係利用人哋消費同埋負債產生嘅市場機會，投資賺錢本質上係判斷資金流向同信用週期。所以以後聽到一個行業正在加槓桿，咁通常意味住資金正在進入行業可能處於擴張階段，而聽到正在去槓桿，往往意味着資金正在退出，需要更加謹慎。因為當信用擴張嘅時候，好多人可以順勢賺錢，而當信用收縮嘅時候，貨幣減少帶嚟嘅壓力會讓好多普通人覺得越嚟越難。呢個就係點解經濟週期不斷循環，錢從邊度嚟？嚟自信用，錢去邊度？流向債務、資產同埋成個經濟循環。而真正決定財富變化嘅唔只係你手入邊嘅錢，而係你而家所處嘅時代，處於信用擴張定係信用收縮。好啦，如果你對資產配置仲有疑問，歡迎留言或者私信了解。